喂 Andy 係咪又講咩消委會又話塑化劑出現事故嚇，又唔同嘅油嘅品種都出現問題咧？但係問題咧係出現一啲咧叫營養結構嘅狀況。嗱，唔知大家知有冇用啦？花生油啦、芥花籽油啦，定係呢啲粟米油咯喎？原來嗰唔同油嘅裏邊咧都講緊咧有一啲嘅危險嘅物質，除咗塑化劑啊、咩添加劑啊之外，你可能話係咪膽固醇咧？嗱，最近我出咗個 post 啊，關於膽固醇啦，咁唔知大家即係有冇一個誤解過咧？膽固醇係壞人 ，OK？其實膽固醇係有佢功能嚟㗎。呢啲所謂嘅花生油啦、粟米油咧係好怕熱嘅，佢哋咧一遇熱之後咧，佢就會釋放一種物質咧，就叫醛啊 ，OK？咁呢種醛係咩嚟咧？咁呢種醛咧原來咧係一種咧化學物嚟嘅喎，佢會影響到咧身體咧一啲 omega 嘅吸收，而其中咧唔知點解 check 到啦，原來呢啲好多奧米加六會影響到你咩啊？會增加咗你中風嘅風險啦，OK， 甚至腦部嘅退化啦，同步地增加癌症添㗎。大家諗啦，平時真係有冇食緊呢啲油先？甚至可能觀眾嘅你，平時屋企有冇老人家啊、小朋友啊，有冇呢啲腦退化啊，甚至中風或者高血壓嘅狀況咧？如果有嘅話，要好小心。你可能話喂 Andy 食呢啲油會令到你發炎，咁食咩油啊？唔通係咪食橄欖油咧？唔係咁簡單。英國 BBC 賣過嘅一種咧叫做咧全世界最健康、最有營養嘅食物之一嘅一種油，你可能你估都估唔到，咁呢樣油係豬油啦。OK， 想知更多記得留意我下個 post 好嗎？多謝各位，拜拜。